来，事无心来。小姐，什么？笑什么？小相公，皇上起誓。小神王礼。请问相公是少相还是王爷？巨魔，报是庄严为我，庄严不听而来。相公真他阳气，这大用巴士，扎在我们4多一代去名扬天下，打了我们4龙水中有金一发，大且相互又把你往生了。外望师父之意。相公，今日语所不便，请相公给是管理。恰是为何？相公语所不知，今日与曹兵府消息到此进香，夫人传说，一来不知下生今日，下生不挂为名。请问师父，此庙是查兵府家庙，还是十方堂月所造？是十方堂月所造。即使是他们能烧香，难道我就由不得是吗？相公，不要生气！相公，不要生气！相公，不要生气！这样吧，相公，请相公到下市上班，小叔等小姐为夫，相公再出来欲望，你款是哦。这怪师的，请。小姐进香来了。是。
是闺蜜，后面跟的是龙女。哦，我和尚打了7、8十年。哎，该是17、18年。哎，对，17、18年，从来人家看见观音出现了。喏，你的运气倒好，竟看见观音出现了。喏，前面这是超富小姐，后面跟的是七神妖啊！相公，你放在这样，激得我一身冷。哇，眼看想起他为真这话，哎呀，他们走了。难怪小姐长得好，这丫头生得巧，不怪相公为夸，还请上和尚。阿弥陀佛。妙道，你是聪明不服，侬非要乱唱。哼！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倒是清曲呀，可知道相声我心房也中情相。谁知道开门一声生死黑，一枪打开相思在，为天把枪陪进去。妈妈一囊财，要你也深山情我心才为了你也门中相会情配为两情既相望，就该乱我配两情既相
欣赏好个人来呀！这是事实哦。夫人要我找个年轻小厮嘛，侬放心好在啊。我马不在好。哎，好在，好在。妈妈，猜。哦，原来是位相公，不知相公唤老身何事？妈妈可是国内的王妈妈。哎呀，三个！哎，我与你生面不熟，侬哪个认得老太婆啦？我要拜托妈妈买生呀！哎呀，原来说过个啥日来着？不知这位相公，侬是要买老，还是要买小，还是要买一位美貌的姨娘？都不是，根本侬要买啥人啦？是买是生啊！哎呀，相公，侬头大体面，身穿华丽，哎呀，哪个要买侬去做老官？啥人要买侬去做女婿啦？好了，老身没个功夫，让个对路。哎呀，妈妈呀！我是异乡飘来罗南城，为抓故乡也无情。妈妈啥不是差异，这把要我是他乡做不稳。哎呀，阿妈三姑，年纪轻轻，异乡落魄，倒也可怜哦。那么侬先到老身家中，再做商量。搿马生嘛，人家总会有个好。不行，妈妈。搿么相公，我三姑来。我马不在学堂要拜见夫神。那么到一个书房里来吧。是。哎，妈，你到花园去寻寻大公子，叫他即刻来见我。知道了。哎呀，
见过夫人。起来，行啊，快来见过夫人。前老夫人，罢了。王妈婆啊，这是侬个啥人啦？哎呀，夫人啊，啊侬要我寻个年轻小伙嘛，凑巧相后有人来，名叫阿星。哎，不知夫人可称心吗？哦，人品倒还不错。哎，跟侬啥我做得来伐？哎呀，夫人啊，啊哎呀，要是做嘛，处处事事；要是讲嘛，笃笃跌跌。侬要是写嘛，夜里头写上200个。哦只要你夫人欢喜嘛，他竟会忠心到底。侬这个年轻人，跟侬为啥道理要骂声啊？只因父母双亡，看食难度，还请夫人收留。哎呦，这2句闲话讲得好，王妈婆，这要卖多少银子啦？啊，干嘛与夫人说只好嘞？怪妈妈48两，我见义欢喜，就做50两吧。哎呦，多谢夫人。那么，你到张马先生那里去写张马生问题。不用，夫人，我自己会写。哎呦，侬自家会得写啊？好过好过，那么书房里有现成的纸笔，侬去写来。是。得到不错的，好个好个，以后啊，你就改名查案。王妈婆，立即改换衣衫，弄到账房去领赏。是，阿星啊，随我娘开，都相公来在，驾！不要跑在老夫人在书房里。哎，这母亲做事有偏心，手低手背不公平。阿妹当作张上针，跟儿子当作眼中钉。阿娘这种，跟你哎呦，罢不了去嘛就不要罢了，这种道理好伤的，侬帮我一帮手动哦。阿娘，侬唤儿子做啥？阿青啊，为娘替侬买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书童来服侍侬。伊呀，品貌端正，文采也好。那，这是一下个马生问题，侬去看看。阿娘啊，那么一个人年查案，哎，查案，老夫人，见过公子。见过公子。
不要，为啥呀？侬来看，一个人啦，跟人呀问嘴嘴，吃饭吃不多，生活不为主，那个不是我不要。哎呀，侬这个蠢材呀！伊呀，相貌好，才一高，写出字来呱呱叫，侬还接伊不来嘞？侬要是有伊这样好啊，为娘啊，还要欢喜侬嘞。啥？哦，你这边接伊不来呀？我不要。哎呀，侬这个蠢材呀！为娘这次侬都不要。哎，侬活得越好嘛，我越加不要。啊！哎呀，我真气呀！哎呀，是气死了啦！哎呀，阿娘，有啊！走！长安，从今以后你就好好服侍公子，他啥事不读书，侬就前来告诉于我。是。阿娘最好，送阿娘。不用送来，各种道理好上个，侬啊，帮我好好叫读书就够了。阿娘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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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，阿娘，侬偏爱阿妹已经赶我好远了，如今又来了一个才貌上前的苏东，让我把伊来一个上马威，一个威风，今晚也好服帖帖。草啊！拔过来，拔过去，站住！我来问侬，侬不是投降过个鬼区懂吗？请公子勋讲，今早起来呢，提出盾堂，撤出扫地，晚上呢，铺场铁壁，那公子我累了呢，敲背拆腰，那么公子我要做文章呢，提帽盾营，家不都来。站到，我叫侬当官，侬不准还击；我叫侬往东，侬不准往西。嘿嘿，今朝都想过要到外面去维稳去噻。要是老夫人问起来，就是我维稳去了。侬要是敢追来半点分手，看我不打到你个腿，滚动！唉，小姐啊，小姐。风飘。
你对我作思伤心，一起问我。好巧啊！陪我上去看看。世界上心而必哭，气到月夜情万种，天真不语一冬风。好秀丽的笔法，这是不显露之手笔，这夫子小姐，小姐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起来子嘛，你给这案子，何故私为王偏去周子？如今交臂失之，我怎会不早来知哦？修道鸳鸯，情万种。天真不语一冬风，小姐呀，你郎归羡望一冬风，我四行老泪很苍穹，一群
是我。我将言去少归元，秦王一生奉桥中。玉冰儿，想困过，一看到这世界毕业，更加要咦，林对面有草，上上去祝他不望两梦梦梦梦。哎哟，啥个大事体？我困一觉，
又来啊！哎呀，找了半天，老夫人已经等急了，我是快。哎呀，不要拉我们！若看茶郎衣，哎呀，孙子呀孙子，文戏的忠臣大事，求献上你他里牛成
名叫查安。哦，侬就是新马街府的书童啊！请问大姐芳名？我叫崔香。哦，你就是小姐身边的崔王大姐吗？哎，大姐，啊你在找什么啊？哦，小姐什么正想说，到我去花园里去寻你。大姐，那是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啊！不落在自家屋里向，怎会寻不着？大姐不必去找，我请你一把，不知可好？查完小哥，这孙子是我家小姐的，我一到往帮我家小姐，可来送我，敢侬搞帮我？我要面教小姐。哈！我的侬好像见过面啊！同在兵部府中来来往往，总有见过面的咯。我讲过喊我嘞，哎，现在不是讲吗？算了吧，我要无面外小姐，有为自杀。一来送王叔叔，二来嘛是从金府以来为着拜见小姐刻在脸上，今日一举两得。哈灯，无面乱云来光，似动秋色归头。谁料当面外小姐，却把真缘老天相。大姐呀，得帮手是千帮手，余生方便你们的模样。侬啊，我老早就把侬看出来噻。看出什么？侬就是那天他。他什么？他相公的小书童。大姐知是什么？你给澄清才是。啊，那为了气得可怜，我就去禀告小姐。小姐说可以嘛，就可以；小姐说不可以啊，侬呀非要管我。多谢大姐。哪个要你谢恩嘞？哎，那边铲子。啊哎呀，过去。哦，哎呀，再过去。一请小姐。丞相，孙子果然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就好了，拿来。我在我手中，在哪个手中？在长安那里。哪个长安？那就是他相公新美金府的书童娘。新买来的书童。那就是我年纪多才。那，哎呀，错哎！那快去问他拿来。他是要面外小姐。面外，这书童请归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侬看这个屋里向只有你我两人，让他面完，我不说出去，又有谁会知道嘞？哎，长安小哥，小姐叫呢？面朝瓦姐，小姐在上，声远有礼。你是我家书童，口称声远，好生不礼仪。小心是侬小人与乡亲永别。哎，都是那位孙子个，还是来禀乡亲的呀？我嘛是良心齐眉嘛。你们快服役，丞相他。你叫我婶子官话出去，谁要听你什么乡亲？你追呀！
相，他究竟是何等样身？总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是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那你究竟是何等样身？不快从实讲来。小姐啊！我不是家贫美身做仕途，也不是流落异乡不家为，我不是堂下八路的不奴妹，我是那虚身得中的心间。其愿引我至此日，愿寄松香花平原，思乡门第四代光华。么语音？听到什么？原来他虽是奇情女孩，眼睛是以前是种节约，眼睛是梳头。哎呀，
你时候是好女人？什么时候是好啊？才想你，小鸡，既然人家为你终身而来，你就答应了他吧。他明年与我才相全当是啊，我说明年不好啊。哎呀，不，我明年不好嘛，才郎总是好过。哎呀，一年就是长安小姑，小鸡答应了好。多谢小，多谢他亲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说到小鸡了，守着酒吧。丞相说面望小姐，去趁愚公之日，多谢小姐。阿去，随我来。起来做啥？哎呀，侬叫一声嘛就好嘞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外面谁在敲门？老夫你们都想过来噻！呀，这里面做啥？乒乒乓乓，啥东西倒翻了？啊！开门！磨了起，要磨人把磨粉碎嘞！快去老夫人！哎呦，再这样老了起，我要吃老八十载。母亲兄长，请放何事？这位女儿的终身大事。母亲，女孩的终身嘛，还早得很呢。哎呀，鬼鬼祟祟，做啥？有道是女大当家，了却父母一片心思啊！做啥？这是哪个做的？是我做的。站住！规矩都扭嘴了哈！这不是抄我的笔记吗？哎呀，阿母娘，你怎么气啊？气死罪了！啊，好端端的，为啥又要生气了啦？阿母娘，弄到抄的规则在哪里？可总在书房里咯。哦，就在阿妹房里啊！侬把我上罪，侬把我写罪。那阿妹规规矩矩，侬不要黑三我四啊！哎呀，还讲我黑三我四，阿妹呀，侬里看，阿妹觉得我破人，才想一把打环境。才想，那侬为啥啦想杀气个来都杀啦啊？老夫人，我来了你，把你死对啦！啊？只有死你两对，哪个有把你死对的啦？啊？小家死你两对，跟我死你两对，可拼起来不是把你死对吗？哎，恐怕要加倍嘞！
哎呀，阿青啊，侬阿妹啊，从来没做过这个事体啦。哎哟，难为伊是头一遭啊！哎，我要上个海带大嘞！千金小姐不自许，金江奴才唱雪忙，国法家规岂能用？夸家茶送公堂。哎呦，慢慢叫，慢慢叫！哎呀，阿青啊，侬是将茶案送官举办，那么老爷升堂一定要问出原由，那么啥是茶案一时个讲打出来，跟那个阿妹啊要阐明原样，那个阿爸爹嘛也要威风扫地，就是侬做个阿哥的张面皮嘛，来了同窗好友、师兄师弟面前，跟啦个茶趴子，哎哟，送官是送不得个，那么就我个当死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侬可以把我打死吗？俺是个谁姑啊？谁姑？谁姑啊？老夫人，侬是给我出书七书八部十个，讲侬不爱不认罪，书啊不七罪。哎呦，谁个？有道是救人一命，胜造77万度。哎呀，阿青啊，哎呦，侬看这个小伙子啊，75个头发，18个嫩肉，哎呦，要是打死啊，是说不得个。阿母娘啊，这以侬的旨意呢？哦，以为娘的旨意嘛，哎，放茶儿们回去，跟那阿妹嘛保全名节，那个阿爸爹嘛在京为官，也照样威风。这就是侬做个阿哥的嘛，也不用再道歉。那么万事落去嘛，茶夫也没干个事。这么好噻！好，哪有这别当的事体啊？当杀！放杀！我出上来，娘的放上去，放上，放上，哎呀，放上，哎呀，放上，放上，哎呀，放上，哎呦，放上，哎呦，放上，哎呀，放上，哎呦。
恩怨，拜见四潼关守留，快得我们金边缠着手，因此我同志请农场太守啊，八月十五接落安守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老夫人，我好啦。翠香，啥个事体啦？老夫人，侬哪里知道，清早起来小将不见了。啊！哎呀，翠香，快去请大相公来！哎呀，我个阿娘啊！哎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阿娘，阿娘，哎呀，宝贝啊，阿娘，阿青啊！哎呀，阿娘，怎么妹子不见了？是啊，小翠香，小家说丫鬟在，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不见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要么是为了夫人许长江这么心思，不推诚心。哎呀，阿娘啊，侬那个狠得下心，离开为娘就到走了啦。小姐人连小家都看不了，看我们当！哎呦，他相公常言道，四只脚好过，两只脚难过。他半夜上根逃出去，我怎么会知道的？他人出事情，关我们下人。农家的啊。迷路都在，哪有我大家小啊？去走！小小的，哎呦，慢慢叫！哎呀，阿青啊！哎呦，侬介许多人大惊小怪到街上去，人家问起来，侬那个刚刚啦，还是隐藏点好。哦，对，那个面子要紧哦。来，到外面去，只许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轻手轻脚的啊！走！做啥？相公是说，只许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轻手轻脚的，走吗？哎，个小家，哎，又不是骂你了，哎呦，个样子走啊，个大方点嘛，哦，大方点。对。哎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阿娘，都是侬宠个好女儿。哎呦，阿青哎，侬快想想办法呀！阿娘，个厂家聘礼过门，我看侬怎样去对付我？哎呀，阿青啊，哥呀，搿侬快点想办法呀！彩香，侬又跑进去。阿娘，要么侬早一点对厂家说，就说我阿妹啊，逃罪了啊！堂堂兵部府，小家世道，哎呦，叫我那个说得出口的啦！阿娘，搿要是厂家花轿过门，要么阿母娘侬自家上轿去好噻。哎呦，侬这个小畜生，还不快想想办法！阿娘。其实以我就很便当，那就是阿不了来信，说今年年刚不好，娶不得，要等明年再说。也
也早死迟了，请别讲。阿娘，侬不要紧嘛。公子，你是否放口论文，饮酒啖食，吞杯上药，这个如此啊？小生内应如此臣。哦，那为何不是看见都说这皇城朝廷
哈哈，真来好大的雅兴啊！只因通关路程错过了客地，故而产生于此日。自此说来，你夫上不成本体。真是，请问老先生真姓他名？老夫罗少龙。原来是齐郎的娶妇到了。他是。写下丈夫儿，倒不是手做命令，生也人。公子，既说的无耻对本，老夫愿将公子手册写下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此时弟弟在场，随儿一把。儿郎夸气夸气，既为我儿就此改名。我外甥名叫齐文秀，那你就叫罗文秀。罗文秀拜请弟弟。儿郎快随为吾下官村去吧。是。
结义为家，是此令我分桃而已。叶兄巡查墙内有功，皇上加封，小弟得累到红。也托深藏隆恩，二马托你弟兄赐佛缘。哎，你我同爷，何必客套儿啦，快来接过茶宴吧。是。事情爹爹不教，到我家去演不来了哈。快去参演吧。快花功罢了。啊，叶兄，你膝下无儿，怎么竟是仅有这退化的儿子来了？是命令一子。啊呀！好贼猫，哎，好贼猫呀！哎，叶兄，不知令郎可曾娶亲啊？哦，为人娶亲。哎，叶兄，小弟家有一女，名怀兰英，叶凤儿把少妃许生，也有配于令郎。哎，不知你意向是何啊？这怎能高攀你？哎呀，我别客气呀！不知我儿有我相啦。好，年兄，请。弟弟他亲生女儿生不起，到郊外
此次快来见过岳父。啊，是。哎呀，这年不不巧，要叫起岳父来了哈。欢迎欢迎。岳父堂上在场，谁相许他已春备？哈哈哈！哎，也许请起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聂兄，你我也要给去了啊！请翁，请教，请翁，请教。哈哈哈哈哈！聂兄，待我奏明圣上，即日为父啊，也许你要这是前来真情啊！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岳父，告辞，请告辞。哈哈哈哈哈！送岳父，请我。三元公姑父，孙儿来了，我儿参见。是。儿啊，快来见过你的表兄。这是你的表弟。表兄，请来敬礼。表弟，这下还礼。儿啊，你们乃是同苦得中，又是弟兄重见，今日要好好的聚谈聚谈喽！送去。同客得中，大家喜，表兄起。表兄，你我操当一位少饮七杯，丧事我却要到此里。表弟意欲何方啊？到河南开风去。哎呀！巧极了！巧什么啊？愚兄我也要到河南开风去。听爹的言道，表兄你是守将生死，到河南做甚呐？我到河南嘛。哎，表弟，你到河南做甚啊？我到河南嘛，走亲去。哎呀！越发的巧极了，巧什么啊？愚兄我也要到河南找亲去。哦，那倒巧得很。
请问表兄，你要找的是哪一家呀？请问表弟，你岳父是谁啊？提起我家岳父，大大有名。我的岳父也不差哦。请问表兄，你家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请问表弟，你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岳父乃是兵部尚书查天彪，小姐常来也。不得了，怎么不得了？不得了！我家岳父也是兵部尚书查天彪，小姐长安一。哦，这倒奇怪。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人为聘啊？哎，表弟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人为聘啊？我乃岳父亲婿。那么你我啊，这哦，表兄不是哦，那我就要告辞了。表弟，那你快说，表弟呀！我与那红鸾长相亲，我与他背过堂了没有啊？怎过亲了？哎呀呀呀，此话从我说起呀！哎呀，那倒怎样你？我与他是。你快说，表弟呀，
我只有抗拒炎帝来。绝不将文秀为他不娶妻，望表弟成人姊妹常相聚，常不说夫神与夫妻。河暖早前去，那么我就哎呀呀呀呀，到底还是有点难为情的哦。怎么？你不愿意跪吗？哦不，我跪，我跪。小姐啊小姐，我为了你在表弟的跟前下跪，你在闺中可知分？我知道有
错定了，余兄则与你跪下了。莫非你是查什么？查什么？那里看那就是小什么？小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哎呀呀呀！我说你是查，你说查什么？查什么？哪里看得？我说你是笑，你说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起于这里，你是小姐，冤家，你问什么呢？小姐。小姐，你是怎么会到此的？努力。
乱了朝规，啥是被王谁知道？那可这边时候是好啊！这边时候是好啊！哎呀，起来来，有请曲目。哎，你们兄弟二声怎么不多饮几杯啊？哎呀，举目举名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像是你们兄弟伙语，多喝了几杯，这是酒忘了。哎呀，不为喝酒嘛，就少喝几杯嘛啊！生儿并非酒醉，这是大祸临头啊！此话怎讲？舅父，你那位我们的外甥儿媳到京来了啊！哎，你几时定国庆啊？哦，生儿告终，令岳父送女成亲，此乃圣旨上卿，这乃喜事一桩。哎，真说是大祸临头呢！哎呀，曲不他生啊！有所门楣，有所命内，既已死定，那也为我私奔呢？多才自尊一抹情，又不比他另配妻。小姐为情上梦，桥上给把回家门。你这不孝的子孙，就为有这个不贤的女人啊！媳妇，昨日我在后头呢。哦，对，小姐是为兵而没当还神，他便不对所长意，见军中一大阵不必呀，成一气。这位大人，他也太混晕了，男女不分，竟为书作命令。自古道官情是金，要明察秋毫，是他作乱，看来定是个误国之臣。媳妇，你再慢点骂，后面还有文章呢。哦，后面还有什么呢？那大臣比他是一，事情是龙虎榜上，有了笔。什么？得了功名了？是哎呀呀呀，怎么了得？外语啊！哇哟！若不是京中高皇与为民，不知家中妻欲把小姐开名门。他不从母命，私定终身，其谁也？女扮乱诈，戏弄他人，其谁二？英明铁士，金家明君，其谁三？有此三者，哎呀呀，万事无生，万事无生也。求我生儿与他欲情在心，若莫虚婚在后，这其人可私分？婚姻须用父母之子，岂用私定情？于理不合。莫去，莫去。啊，这如今嘛，尚有可原，尚有可原呐。哎呀，爹爹，那大臣不负能言，将他收作义子。这女子并非有意戏弄他人，这何才之有啊？哎，此女胆量不成，这话该是今生之业，倒也难能可贵。啥要冷谁嘛？谁那大臣？姐夫，
你只要澄清我们才是啊！哎，你们说了半天，你那用是谁？那位大神就是武神，你与我讲个明白。待我辜负灭坑，我可年岁同朝为生，化作武士也未可知啊！岳父，我那岳父你也认得，我也认得，那大神你也知晓，我也知晓。经过那妻子，事若明白了，你那钱之何在何处？现在府中，把叫来见我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是才。呀呸！你们两人莫非是疯了不成啊？岳父，他就是你那外甥儿媳呀。弟弟姓我，我父亲查天表，我虽是查兰姨。什么？这你就是查兰姨？弟弟，万秋。曲父是要澄清我们才是啊！也罢也罢，老夫真是莫不明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好，你们兄弟二人说到河南前去找亲，看你们父母交谁才来与你们成亲。这福儿上来。此次不许娶我，不许娶我，不许娶老爷为父想必一路平安，祝夫人洪福，一路平安。请，老爷满面笑容，莫非是有什么喜事啊？夫人，天大的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生子朝天喜在家，女儿的婚姻我常牵挂。大比举子是满金花，岳父为妻三赢家，三名槐花落文秀，也请最高毛不长，我学着东张了心愿，我亲口将允许培养他。老爷不好罪，不好罪！夫人，我在家之时有理念不违背，将女儿终身许配本人太守之子，偿你办啦！啊！哎，女儿的终身都要为父做主，你怎可轻易许婚啊？女儿是我所生，我不做主谁做主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哎呀，要是陆家贤来迎娶，你叫老夫怎生得了哦？那啥是长家前来迎亲，你叫我视我为娃？哎呀，你这个老不爷！你这个老糊涂！啊，你老铁婆，老匹夫！阿爹啊！阿爹啊！我个二龙比来香，为家专吃阿娘。长家也好，陆家也好，有什么阿妹在家，尚可应付一家。如今我们的两老自家去好在。小畜生，你妹妹你
阿妹夫，你们赔偿奖老早就到嘴嘴啦。啊，女儿不在家中，你为何不去寻找？哎呀，寻了好几个月都寻不着。哎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耶，那你为啥不去寻找啊？啊，你，哎，报时了，报时了！耶，那报啥个事啦？来报喜的。哦，人家最实在，侬还报啥个事哦？贵府顾大老爷三名探花陆文旭。哎呀，请。哎呦，阿伯娘，阿娘，报喜来啦！也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三名探花陆文旭，可是有噶？哦，有的，哎，有的。陆文秀啊，是我的爷婿。哦，好不，挂起来，挂起来，不要挂，哎呀，挂起来，挂起来，报时了，报时了，又来这样，耶，那又来做啥？阿弥宝爷，茶日饭，哎呦，请，哎呦，阿伯娘，阿娘，又来报喜来这，也来听听。阿弥宝爱唱日饭。可是有噶？没有的，有的。哦，那是我演戏。好不，那么过去，挂起来，过起来，过起来。报时啦！你来这样，赶快再去看看。报时啦！哦哟，那你来做啥？对面状元接报。哦哟，去，姑子，啥人？啥？哎，那报的什么事啊？你们府中的姑爷告状啊！我屋里向小家都寻不着这，我还管啥个姑爷的事啊？那要啥人啊？啥人？我请他吃一只金龙虎腿，个金龙虎腿。哦哟，这团村是越来越大嘴啦！阿伯娘，又来报喜来在，也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对面上面徐文旭，可是有噶？没有的。个。哦，这难道是我许的？妹妹叫，说不定啊，是我阿妹自家许的。今朝来了3顶噶。看我阿伯娘、妈娘咋个上？过起来！不要挂，不要呀！过起来，热闹嘛！三顶家堂。妈爸，3顶家没那要老婆来噻。哎呀，小畜生，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有好事可见。出去！小姐来澄清的啊，请问岳父大人，你有见过林爱卿卿吗？只有来一个女儿。什么？只有一个小姐？哎呀，岳父，小姐的终身是你在陆府亲口所许，我是真。你是真的？岳母，请来。岳母，小婿的婚事是离你不为媒，岳母请许，我也不假的呀，你也不假。六位，我与小姐情对意合，小
姐面须众生，与臣相双为匹。啊？有没有正度分叉不开？什么正相算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岳父，我是真的，你是真的，我也是真你是的呀。真的。哎呀呀呀！你们是真的，难道我是假的不成？可恼！可恼！有做事太不恼，不给许三许长，你不应去忙，你小姐去想。哎呀，不要吵！哎呦，不要吵！那爸，请坐好。哎，侬各位老爷过来，能到我屋里向来做啥？与小姐成亲。哦，搿侬是啥人许亲家？岳父亲许。哦，是我阿爸爹许个，葛么好个。现在我阿妹勿在屋里，葛么侬把我阿爸爹带到去了再。小畜生无事不懂。哎，各位老爷，请过来。侬到我屋里向来做啥？来与小姐成亲的。哦，也是帮阿妹成亲来的。葛么侬又是啥人为媒，啥人许亲家？离你不为媒，有么亲许？哦，是我阿娘许个。葛么好个，葛么侬把我阿娘带到去好再一下啊！不要猜疑。侬各位老爷。上个状元老爷，侬还是到我屋里成亲的吗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啊，那么侬是啥不为聘，啥人许婚的？小姐面许陈相双为媒。哦，是我阿妹自家许的，那么好个。现在我阿妹没来到屋里，那么侬就把个陈相三去拔到去好在。小畜生，这里哪里快得，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哪困我不得，我困哪不得，还是不管，饭吃3碗，困觉去，个困觉去。老大臣到，若你兄来了，出去。哎呀，若年兄啊！停！停！弟弟，你来的真好，有他一女生婿，真是不想。你要与孩儿走之。哦，年兄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一块钱啊，抢！我见领养好才貌，许配婚姻结乱条。夫人做子配长家，女儿有4世情好。今日来了3女婿，你叫小弟怎开交？年兄，你在今之时，请到我御史府免许请示。他小姐之所应当尊重父母，陪我落家才是啊！难道母命就不真了吗？哦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为了小女的亲事送了3家伙气呀！请。弟弟，孩儿都有一气，岂可记得我为儿为年兄娶妻之事，也不放3家和气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且讲了。说是将兰英小姐亲自同来，与他私选新郎，终选在成亲，
老兄仔也不必懊恼，不知有无有无也相思好。哎，女儿家死帅夫妻，怎么体统不可不可？哎，什么体统不体统？谁叫你一女三婿？我只好为年兄也相思好。小弟愿从年兄告起，只是小弟夸不上小弟，小弟情愿成全大人，绝不争吵。外是上文公兄外宽大你。那常年兄迷你。哦，且稍等。是了，是姑娘小姐亲自出场调戏，定算是调中长冤了。如今小姐她出道在外，不能出当调戏，我不免将计就计。老年兄，这是小姐是当时请我呀，这好事吃。这是小姐她不能出当调戏，这婚事我给娘亲小弟呀。年兄想得真好，此事若无他人，先不要叫岳父啊！哈哈哈哈！此事不无他人，此事小姐在我们三人之中选定一人，你可肯许亲吗？只要你们三家愿意，我还是些什么呢？好，大家一言为定。若不更改，哎呀儿啊，小姐不在府上，恐怕你的旨意也是枉存呐。弟弟，以孩儿之气，小姐一定在府中。若无他一女上婿，无法交配。故而他知小姐不在家中，这乃是一句他之意。哎呀，也许啊，是你倒走了啊！无强不息。两位请稍坐，待我去把小姐请来。年兄，莫非你真的把小姐藏在府中不成啊？哎呀，年兄啊，我作为女儿凭这少家条，违抗母命去昏堂，到此寻找福相龙，落叶着此去也是父子遭。你呀，我怪你女儿少家教，她才貌上见世界上，怪只怪你差天表，不给一女把三洗澡，怪只怪你差年少，不给将亲生女儿来逼讨，气的是母儿无法将他找，春兄嫂莫再羞怒莫烦恼，叫他自己选，叫他自己挑，一定会比你儿老选得好，那是受人去牺牲到，父女相偎在今朝。小姐为虚妄，须为我猜想，自不知一定，请示贤心了。启禀众位老爷，我家小姐蒙面来显心了。啊，来一位来了！哎呀，才想小姐真的回来了。是
呀。快叫你家小姐前来吧。是。阿妹回来的，我真是想死的。快去看看，快去看，娘，我去看看去啊！娘想死啦！哎呀，母亲，你喊我一直都在房中，从未出过门嘛。哎呦，你不要胡说嘞！娘到床底下都去照顾嘞。拜见老年吧。哈哈哈！阿雅三女，你来得正好。你父母要见你续婚，至今来了3个女婿。你父母这就难以分解了，经我们大家公断，由你自己挑选新郎，挑出事来又不负与你担待。多谢伯父。阿妹，阿妹，侬要大胆的、小心的，不要挑我自个眼睛啊！猜。那边可是帮眼老爷，小姐请了。那边可是长院老爷，真是小生喜闻秀。伯父，那还有一个呢？哦，还有小儿陆文秀，就是到你府中找你的那位骗子。弟弟母亲，伯父啊！新郎嘞，不足以两条嘞，我欢喜，千金买卖存情，情郎。年兄面貌一般，我不是你们姑姑你人戏耍小丑不成啊！你们大家不要奇怪，听我讲嘞。罗文秀就是茶兰衣，季文秀就是我外甥，听见传遍真相说。这小姐婚事还该陪我，此话怎讲？岳父将小姐终身许配给陆年兄，陆年兄就是小姐时常不成殷勤，
无奈岳母情绪理念不完美，理所当然非我莫属。至于这些年兄嘛，私定终身，礼法所不容，请岳父岳母年报三思。常贤者，令岳母将小姐须臾献着，小姐因此出走，这就可见小姐情有所钟，并非无意于献策呀。常言道，君子有生人之美，新贵何愁无实女呀？这是夫妻爱，情在贵。情在无声，何况国话也不外于深情，身上也真我说罪，甚至杀谁？也是重回故人，此间得失，定能洞察。言不教诲，灯开茅塞，是小者傲慢，告之告之。何必四次接应，吃了喜酒再醉吧？小者遵命，请。年兄年少，至今母女从未合家团聚，又误结了三元夺妻，又找了一个上元女婿，怎奈四兄妹还嫁婚，趁此结识良辰，接他们完成了化作吧。听听弟兄，提起龙凤化作。娘，我来这里啊！有请新郎新娘出道。